鄭裕彤，人稱彤叔，佢仲有一個比較少人提及嘅外號沙膽彤。彤叔係廣東省順德倫教鎮人，生前活躍於商界。根據2016年福布斯雜誌公佈，鄭裕彤係當時位列第3嘅香港富豪。佢並非只係新世界發展及周大福珠寶金行嘅其中一位創辦人，更係一位擁有堅定信念、高尚志向嘅企業家，深信只要有心就能夠打破貧窮嘅桎梏。戰禍被逼停學，從小伙計做起。1938年抗日戰爭爆發，鄭裕彤停學，到周志源嘅澳門周大福珠寶金行做小伙計。1943年，鄭裕彤獲升為周大福嘅話事人，負責金鋪嘅日常經營同管理。同年同周志源嘅女周翠英結婚，1945年先轉到香港工作。1956年，彤叔正式繼承咗周大福金行，更加將生意越做越大，替周家將原來一家小金鋪發展為全球頂尖珠寶品牌。1964年，彤叔喺南非併購一間擁有鑽石石杯牌照嘅公司，入口鑽石到香港。而我哋熟悉嘅999.9 4條9足金就係由周大福首創。